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参加因的空军成立80周年的庆祝活动，伊的查囝金祖爱陪老爸做伙来参加，两爸仔囝是穿同款的长版的皮衫。韩国的媒体讲，这是金祖爱伫9月陪同着金正恩访问中国了后，让将近90天再度公开来见面。 朝鲜人民军空军28号伫咧关山甲马机场举办成立80周年庆祝活动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穿一束长版的皮靴，行伫咧红地毯。伊的查某囝金祖爱同款穿飘飘的黑色皮靴，陪伴伫咧爸爸身边。 존경하는 자제분께서 동행하셨습니다. 朝鲜中央电视台用尊敬的主题称呼金祖爱。南韩媒体讲，这是金祖爱于9月初陪同金正恩访问中国了后，当每90天，搁一摆出现伫咧镜头前。 김정은 동지께서 전망대에 오르시어 공군 시위 비행을 참관하셨습니다. 金正恩和查某囝金祖爱，搁有其他的军方高层，做伙坐伫咧贵宾座位看空军飞行的表演。 김정은 동지께서는 쌍기 편대로 시위 비행을 진행하는 자랑스러운 처녀 비행사들인 안옥경, 손주향 동무들의 비행 모습을 보시며 따뜻이 격려해 주셨습니다. 会当看到金祖爱对金正恩做伙摕千里镜认真看飞行表演，为着早插目的日头光，搁看乌林目镜。 军事记者出席南韩国会议员分析，北韩这摆头一摆公开疑似北韩版的金牛座空对地飞弹，显示空对地攻击的能力变强。那北韩官方媒体公布的相片内底，嘛出现空中预警的控制器，含真侪款无人机等等的军用武器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